在这个充满温度的节日季节，圣塔克拉拉县诚挚邀请您和最爱的家人一起走进梦幻灯海 Fantasy of Light 缤纷灯会。当夜幕降临，一盏灯光慢慢亮起，色彩在眼前流动，孩子的笑声在空气中闪耀，牵着家人的手漫步在温柔的灯海之中，每一道光都是一段家的回忆，每一个瞬间都是节日最珍贵的感动。Fantasy of Light 是一个安全、温馨、适合全家大小的节日活动。不论是拍照留念，还是静静感受节日的气氛，都能找到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。今年冬天，让光点亮夜空，让爱温暖彼此。Santa Clara County Fantasy of Light 邀请您与家人一起把节日的美好变成一辈子的回忆。活动时间与详细资讯，请上圣塔克拉拉县官方网站查询。